找的东西在那个方向。可是金属废墟并不在那边啊！你们要找的东西不止一个，而且在移动。那不是正好？金和我一起去那个金属废墟，而他就和紫檀幻顺着他占卜的方向去。这可不行！没错，他们两个的分数放在一起，总之就是不太妥当。哎，这样不就行了？我跟阿丽姐一队，紫檀幻跟凯莉一队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干脆再来打个赌好了。我们就来比比谁先找到那个鬼部件，输的人就要离开小队。我们就来比比看，谁先找到那个鬼部件，输的人就要离开小队。凯莉，不用搞成这样吧？金，你闭嘴！这是我们女生之间的问题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？我明白了，打赌我接受。哎，哼，挺有信心的嘛。到时候输了可别哭鼻子啊。喂，安丽姐，你不用陪凯莉胡闹了。其实凯莉她挺好说话的，就是有时候有点儿……有点什么？没什么。哈哈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会加油的。喂，你们这样用别人重要的部件来打赌，真的好吗？有没有在意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感受啊？我们都要好心帮你去找东西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信不信我把你的破部件给藏起来，让你一辈子也凑不齐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大家这么热心，我简直感动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有不满呢？知道就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，速战速决吧。等一等，别着急，我们还是要先把准备工作做好。紫檀欢，你把我的部件拿过来一下。哦。我来把部件的感应力调整一下，这样能让它更容易与其他部件产生联动，你们搜索起来成功率也更高一点。你现在很不安吧？这会儿你还在被其他参赛者追杀，肯定是和大家待在一起更保险一点。不过目前这种情况，咱们小队内部不稳，分头行动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。而且我总有种预感。预感？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只是总觉得如果不尽快收集部件的话，恐怕会发生一些不好的情况，非常不好。先不提这个，还有一件事，紫檀幻，你的原理开发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吗？大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潜力吧。怎么会啊？
你的原力总量也许确实不像金那么夸张，但是真正制约你实力发挥的，其实还是你自己。我自己？还记得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基础吗？哦，我记得是意志结构，什么？是意念结构。我想，紫檀幻，你在解构自我意念的过程中，一定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吧？其实这很正常，意念解构本来就是一个正视自己内心、克服精神阻碍、最终突破自我的过程。倒是金这种念头通达到不讲理的情况，我反而有点搞不明白了。哎，是在夸我吗？嘿嘿，真不好意思。唉，算了，就当他是个特例的笨蛋吧。其实，我观察过你的原力开发程度，以前你应该也有过自我突破的机会，但是似乎突然中断了，而且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负担。其实，你们还要啰嗦多久？等等，我有些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管你那么多，敢让本小姐在一边等这么久，你们皮痒吗？金，走着瞧吧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哦，那加油！金属废墟是那个方向对吧？出发了！不要放弃，紫檀幻，记住，你必须战胜犹豫和恐惧，才能真正解放原力。那我们也出发吧。哎，安丽姐呢？在那边。安丽姐，你干什么呢？该走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唉，前途多舛啊！这里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金属废墟，没错吧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开始找吧！你的能力不是正好适合这种工作吗？以紫檀幻之名，出来吧，小斯巴达们！好久不见了，小斯巴达们，我们再一起加油吧！喂，别磨蹭了，快点开工吧！那我们就先从这一带找起。凯莉，你从那边。等等，别搞错了，要负责找东西的是你，可别把我算进去。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找东西，本小姐怎么可能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？可是明明是你提出要打赌什么的。我是说，你不想赢那个安丽杰了吗？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的话，万一他和金先找到部件了呢？也对，你说的还有点道理。是啊，还是我们一起来找吧。不，这边还是由你负责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更重要的是？是啊，我得去给金那边找点麻烦。如果他们真的先找到了部件，那我就抢过来好了。还能这样吗？当然，
之前又没说好不能互相妨碍啊。既然要打赌的话，本小姐当然要打必胜的赌了。这是不是有点太卑鄙了？喂喂，说什么呢？你对我俏皮又可爱的小计策有什么不满吗？没多余的本事就不要说多余的话，抓紧时间做好你能做的事情吧。不想变成纯粹的累赘，就争取表现得更有用点，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说起来，你现在还是大赛树的活靶子呢。不过我可没心情在这里保护你，你就自己小心点，好好努力活下去吧。我真的只是大家的累赘吗？这边话说你确定这样不会走错路吗？应该是吧。别担心，我能感觉到，我们确实在逐渐接近其中一块部件，就继续跟着他走吧。哦，怎么？你觉得紫堂幻还是不能独当一面吗？我当然相信紫堂啦，而且凯莉也在嘛。我就是有点担心，他们两个能不能好好相处啊？凯莉那个小丫头，可不单纯啊。凯莉也很厉害啦，就是有时候有点太厉害了，而且稀奇古怪的想法也多，我真的猜不透她哎。指望你小子开窍，我看再过100年也够呛。哦，对了，安丽姐，你之前说有不用互相为难就能通过迷宫的方法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祈祷和占卜只告诉我，那个方法确实存在，并且预示我和知晓之人必将相遇。又是占卜。然后我就顺着占卜的指示找到了你们。我们？你说的知晓之人就是我们？我想，他说的大概是我。罗德烈？没错，一定是说我恢复了记忆之后。这是？是共鸣，我们离部件很近了。等一下，好像还有什么很不妙的东西在。什么？又地震了！当心！坚持住！坚持住！那边！天哪，那是什么？这下可不妙了。这也是占卜预示的结果。你们寻找的部件就在他那里。完全没有听说过啊！之前没有说过吗？他发现我们了！
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就当作是我想给这场荒唐没救的大赛再加上一点猛料吧。